真正係照顧咧，都係由23年嘅11月開始到而家咯。其實我當時係有工做嘅，咁我係辭咗份工做。咁其實我身為照顧者，其實我就覺得都係自己親人，媽媽需要照顧，咁我就照顧。同埋哥哥因為佢病，長時間需要照顧。咁但係原來咧，當我開始照顧一輪之後咧，原來係唔係我想象中咁簡單咯，我就會有啲迷茫咯。媽媽咧就今年咧就已經係踏入99歲㗎啦。咁哥哥咧今年就75歲，咁我都係一齊照顧咗佢哋嘅。咁因為而家咧媽媽已經太老啦，認知障礙咧有啲問題，我係邊個佢都未必知嘅。咁哥哥因為都有病，嗰個癌症晚期，咁所以佢已經去到係我係照顧唔到佢㗎啦，因為佢有係合資格呢個廣東計劃，咁所以我就一齊申請埋佢上嚟咯。媽媽始終佢都係年紀大，同埋我自己都年紀大，需要人哋幫我照顧。咁但係如果我喺香港嗰度咧，我已經同佢排咗老人院1年。如果我唔俾佢入養老院咧，我係要24小時都要照顧，我係唔可以離開屋企。喺心理上，其實我已經係冇咗呢個話會唔會送媽媽去養老院係唔好咧，已經冇咗啦。因為其實原來我自己開始照顧咗咁長時間，即係我都覺得自己係力不從心。同埋我而家上到嚟之後咧，俾我感覺咧就係媽媽反而係進步咗。喺香港咧，成日都喺個廳嗰度，佢又唔願喐，叫佢行下運動下，佢都唔想嘅，變咗佢就好似冇運動咯。但係上到嚟之後咧，可能就係因為人哋專業引導佢行嚟行去啊，做下運動啊，咁佢反而個人仲開朗咗。平時喺屋企佢唔係好講嘢，同埋佢行動仲叻咗。惠州咧就係我哋廣東計劃咧就第一間院舍，咁特別之處咧就係直接由我哋港方咧營運同管理咯。咁我哋係定期咧派翻港人，真係利用翻我哋港人嘅港式管理咧，帶到翻落嚟呢一間院舍嘅。喺香港啦，其實都已經我哋嘅機構咧已經有40年嘅經驗啦。咁喺香港咧，其實咧我哋就有9間嘅院舍啦。咁9間院舍入邊包含有合約院舍啦，有甲一院舍啦，同埋私營院舍嘅。夾埋埋咧，而家都管理緊1200幾個即係床位啦，咁同埋1000幾個員工咁樣咯。我哋院舍咧，我哋其實可以容納總個床位數係338間嘅，而家開咗3層樓。已經住咗70個老人家啦，其中我哋香港長者咧已經入住咗6個嘅。照顧香港長者咧，我哋會按照一定嘅程式，所以佢個程序照顧程序好清晰嘅，邊方面照顧唔好，容易知道係邊個方面嘅問題去改善。每個崗位都會培訓嘅，你每個時間點做啲乜嘢，然之後老人家入住咗之後，你要對佢做啲咩服務，佢都好清晰、好清楚咁羅列出嚟，你按照佢去做就得㗎啦。我哋會有一個聯絡人嘅，香港嗰邊，佢會經常開會同微信嗰度教導我哋咯。我覺得對我哋幫助好大。中風純粹係血壓高導致，咁我8月中風，咁入咗嚟之後，都開始慢慢好，我之前行路都行唔到，而家可以行路。我基本上可以行到門口都冇問題。咁我覺得 OK 嘅，我嚟睇過，呢度空氣環境好，房間又唔錯，所以我選擇呢間。呢度嘅鋪佢做嘢好仔細嘅。佢會充分了解我哋生活習慣，我哋嘅飲食習慣，咁所以你唔使擔心。我在香港出生的，比較多的時間在內地工作。
我就是偶然的机会，看到手机上有这个信息，说香港有一个院士服务计划，看到以后我就很高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啊，今天能走路，明天不一定能走路，衰老是必然的。那如果是有这个机会啊，那就赶快来了。因为我小孩呢在惠阳工作，他这个院士呢就刚好就离我小孩住的地方不远，他们要来看望我啊，有什么照顾啊也容易一点。我主要是这个腰椎，然后影响到这个腿啊行走不便。他每天都会来帮我上船休息，因为我自己要脱身体衣服啊什么啊就不大方便，然后呢也要去饭堂吃饭，他要推我去。我洗澡啊，他们啊都会帮我洗洗啊这样的。我哋係以1至2人房為主嘅，我哋呢度有套廁，都有獨立嘅陽台。我哋每個陽台咧都係有即係太陽可以曬到啦，無論邊個方向，有啲就朝頭早曬到，有啲就下晝曬到。人均面積已經講緊係一個25嘅平方米，即係比香港差唔多高達3倍啦。離開我哋院舍附近5分鐘咧，惠雅醫院啦，即係3甲嘅醫院嚟嘅，係離開蓮塘口岸咧，其實約莫1個鐘都即係唔使啦，其實亦都唔算太遠。醫療方面咧，就政府同我哋買咗醫療保險嘅，有3萬蚊一年嘅住院費，同埋有1萬蚊嗰個門診費。2個人一間，咁如果我哋自己家屬可以俾多1500蚊，就可以俾一個單人間去住咯。食啊住啊都冇問題，唯一唔好就係呢度外邊好似深圳咁，你出門口就好多嘢選擇。其實好唔好都係要靠你自己去體會。我覺得很多老人家應該打消顧慮，不要有一種過去好像說大陸一定比香港差。你要去農得幾年，你的平時不是生活有多艱苦啊！喺呢個廣東院舍照顧計劃入邊咧，如果譬如好似揀啱我哋認可嘅床位仍然有空置嘅話，佢基本上1個月內1蚊都唔使就已經可以入住啦。佢已經提供咗基本嘅護理啦，咁每日有4餐啦，早午晚同埋一個下午茶啦。長者啦，佢本身已經去到有一個需要護理嘅照顧咧，譬如有啲中風後嘅護理啊，或者係一啲更加專業嘅服務咧，咁入院舍無論係香港或者呢個大灣區計劃咧，雖然唔係一個1對1照顧嘅服務，但係起碼會有專業人士24小時咧，即係都會有一個看護，即係復康師喺度嘅，可以幫翻呢方面嘅長者咧進行佢哋嘅復康嘅需要咯。